香港嘅老師咧，對於 STEM 教育都非常熟悉嘅，而且我相信咧就我哋大家咧都有好多喺學校推行 STEM 教育嘅經驗。STEM 咧定 STEAM 咧？大家都知道咧，呢個 STEM 係代表4個字，就係 Science 科學、Technology 我哋香港咧中意將佢譯咗做科技。其實科技咧，如果以我哋即係國家嘅嗰個一般嘅用法咧 ，Technology 咧就係譯做技術嘅。然後 E 就 Engineering 工程 ，M 就數學 Mathematics。4個字咧並不代表即係4個特別嘅科目，佢係代表整個即係教育嘅重點一個轉移、原則性嘅一個變化。咁呢個 STEM 咧呢樣嘢咧就主要係嚟自美國嘅嚇，最先喺美國嘅科學界嚟提出嚟嘅。其實喺上個世紀咧，大家都知道咧，就蘇聯咧就第一個就成功發射人造衛星，咁啊刺激到美國唔得啦！我哋要喺呢個科技上面要追上去啦。咁啊，的確係上個世紀嘅後半段咧，就美國咧就非常之重視呢個科技嘅發展。即係1990年代咧，你就發覺咧佢哋嘅科技人才咧短缺。咁啊，當時咧美國嘅呢個叫做國家科學基金會 NSF 做科學嘅人都知道，如果我哋嘅基礎科學唔紮實嘅話，譬如數學一啲基礎嘅科學，譬如理論物理學等等呢啲，如果比較落後嘅話咧，你其他即係科技嘅發展亦都一定即係冇咗個基礎。咁所以咧，美國係重視呢個基礎科學嘅研究。咁呢個國家科學基金會咧 NSF 咧，主要就係支持呢啲基礎科學研究。當時一個調查就發覺咧，美國咧喺科技發展上面臨一個人才嘅危機。國家唔加大力度去培養呢個科技人才嘅話咧，佢喺未來20-30年咧會缺即係數以10萬計嘅科技人才，而且咧佢哋係會喺國際嘅競爭上面咧會落後。特別咧佢哋就注意到咧，美國啲中學生佢哋嘅喺一啲國際嘅一啲評核當中咧，佢哋喺數理方面嘅成績咧係落後於其他國家。咁所以佢哋好擔心，就提出一定要加強呢個數理方面嘅教育。最初呢個 NSF 提出嚟嘅咧就唔係 STEM 嘅，係 SMET 咧就呢幾個字母砌埋就冇解嘅 SMET。如果講嗰個邏輯咧，佢就合理過呢個 STEM 喎。點解咧？因為 S 同 M Science 同 Mathematics 係基礎嚟嘅，然後工程同埋呢個技術咧就係應用嚟嘅。咁就先有基礎再有應用。但係咧就佢哋後來咧就即係有聰明人將佢調一調，一棵大樹嘅樹幹就叫做 STEM 啊嘛。科學、數學、技術、工程咧就要成為我哋教育嘅骨幹。提出 STEM 教育嘅目的就非常之鮮明，就係要將個重點咧轉移過去數理嘅教育嗰度。去到呢個世紀嘅頭10年裏邊咧，就開始咧就有人咧就即係覺得唔係好夠 STEM 唔係好夠，就係美國咧有一間呢個設計學院啊，就叫做羅德島設計學院 （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）。佢咧就喺2010年嘅時候咧就提出，除咗 STEM 之外咧，仲要加多個 A， 加到 A 係咩咧？係指創作藝術啊！呢個我哋一般講 The Arts 或者叫 Fine Arts， 就係譬如話呢個繪畫啦、音樂啦、戲劇啦、電影啦、雕塑啦嗱等等。好啦，咁呢啲又點樣同呢個 STEM 拉上關係咧？嗱，當時包括呢個 RISD 同埋其他支持將呢個 A 加落去嘅人咧，都認為係對培養優質嘅科技人才咧係有好處嘅。佢點解咧？第一個創作個創造性創意非常之重要。第二個咧表達
以呢個即係精彩嘅方式嚟到表達個作者嘅思想感情啊嘛。第三個咧，強調溝通。你做一個藝術品出嚟咧，你都要人哋理解明白你然後先至可以即係有價值噶嘛。最後咧，要追求美，科學咧都係要追求美嘅。有個咁嘅講法，話愛因斯坦如果唔中意某一套科學嘅理論，佢對一個理論最嚴厲嘅批評係咩咧？佢就話 It's so ugly， 即係個醜怪嘅理論就冇可能係一個好嘅理論嚟㗎啦。追求美呢樣嘢咧，對於呢個科學工作者咧都好緊要。咁所以咧喺呢個世紀2010年代咧，就陸陸續續由美國至到歐洲好多國家咧都採取咗 STEAM 更好去培養科技人才。咁啊，我哋國家咧大概10年前開始咧，就將呢個 STEM 教育或者 STEAM 教育呢個理念咧，就引入咗我哋嘅即係國民教育體系。香港咧亦都係咁上一時間，我哋喺2015年嘅呢個當年嘅行政長官嘅施政報告咧，都未提到 STEM， 但係已經係表示要重視呢個科學、科技、數學。2016年就正式提個 STEM， 咁然後咧就到即係2017年政府換屆啦。咁2017年嘅施政報告有比較大嘅篇幅講 STEM， 但係咧19、20、21嗰3年咧停咗啦，冇講到。行政長官至到教育局咧就放低咗或者放輕咗 STEM， 點解咧？因為2019年發生嘅事幹咧，就令政府我哋嘅教育局就認為喺學校教育裏邊咧，首先仲要搞呢個國民教育，直至到現屆政府嘅行政長官2022年嗰個施政報告咧，就提到 STEAM 教育啦。咁然後23年、24年咧都繼續有 STEAM， 而且咧有新嘅措施。咁所以咧而家咧 STEAM 教育就成為我哋即係可以話由教育局牽頭嘅。全港學校咧都即係都熟悉嘅一個咁嘅教育嘅概念。咁啊有啲學校咧喺 STEAM 之外咧，就再加多一個 R， 就變咗 stream 流水。咁啊點咧？勉強啲啦。好啦，咁呢個 R 代表乜咧 ？R 咧就有啲人就話應該代表 recreation， 即係話文娛康樂活動。你文娛康樂都要。嗱，呢個佢有佢嘅合理性喎，即係我哋喺教育喺培養人才嘅時候咧，都要重視呢個 recreation 文娛康樂。咁但係咧，就而家一般學校如果佢要加呢個 R 類咧 ，reading and writing 點解咧？因為咧，如果你嘅語文能力弱嘅話咧，你閱讀理解一定有影響，然後你嘅表達亦都有影響。咁所以讀同埋寫嘅能力喺我哋要培養人才，包括呢個科技人才裏邊咧，係唔能夠忽視。一開頭我哋話重點突出 STEM， 清清楚楚數理，好啦，然後加多個 A， 然後加多個 R， 咁自不然有人就會問其他啦。喂，除咗呢啲，過去呢幾年我哋唔能夠唔重視呢個國民教育喎。呢個教育局都提出啦，愛國主義教育喎，重唔重要啊？哎呀，一不做二不休啦！既然都去到 stream 啦，咁而家 stream 呢個字咧就冇乜大嘅意義，不如就加多幾個，加多 line 變咗 streamline。streamline 有咩意思咧？陣間我再講。但係咧，呢個字冇代表乜咧？我先講個 ethics 德育，呢個係咪好緊要咧？而且呢個咧，我認為就直接扣緊科技人才嘅培養。我哋要發展科技。我哋走去啲高科技嘅時候，道德問題越嚟越嚴重喎，即係越嚟越重要喎，啱唔啱啊？譬如呢個所謂基因工程，我哋點樣去睇啊？可能會影響我哋人類嘅發展。又譬如呢個 AI 人工智能，而家要講到有啲科學家出嚟講話要控制啊！你俾佢無限制地發展人工智能，將來會毀滅人類嘅。咁所以嗱，呢個
呢個 ethics 呢個道德教育係咪一定要成為我哋 STEM 嘅好重要補充呢？第一個好啦 ，N 係咩咧 ？nationality 就係我哋講嘅國民教育啦。呢個嘢喺香港好特別。如果我哋完全冇我哋國家觀念，我哋嘅年輕人，佢係唔認識我哋國家，唔知道我哋國家嘅現狀，亦都唔知道我哋國家嘅科技發展嘅情況，一定唔可能喺香港培養成為一個優秀嘅科技人才啦，係咪咁？所以咧，呢個 nationality 即係呢個國民身份嘅教育咧，亦都係好重要。好啦 ，I 係咩咧 ？Innovation 作為創新，佢同 creativity 創意咧係有個分別嘅。Innovation 係指咩咧？係指喺一個原有嘅體系引入一啲新嘅元素，改革創新。我哋而家要唔要啊？啲大家都講緊要改革，中央呢叫我哋要銳意改革，包括喺我哋科技教育方面。嗱，我哋搞咗10年，係咪已經有好顯著嘅成績出到嚟咧？我哋喺培養呢個科技人才方面，咁所以咧 ，innovation 喺我哋嘅即係 STEM 教育裏邊咧，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。最後一個 L 係咩咧 ？Leisure 閒暇咯，嗰個學習嘅主體就係有 leisure 嘅時候咧，佢先至係一個主動嘅呢個學習，唔係俾學校啲功課，唔係俾老師，唔係俾家長指住佢嗱，而家要去做啲咩功課，做咩功課，或者而家要去參加啲咩補習，或者去學啲咩彈琴啊、跳芭蕾舞等等，唔係嗰啲時候，係佢自己嘅時候，喺課內學習嘅嘢都要揾啲時間嚟消化下，認真諗下㗎，唔係任何時候都要被動地答老師嘅問卷。咁所以呢個我哋培養優秀嘅科技人才咧，留白即係讓佢有啲閒暇嘅空間，亦都係非常之重要。咁所以咧，我就砌成呢個 STREAMLINE 呢個 streamline 嘅意思就係當名詞就係流線型咁解，當形容詞咧就即係流線型的。嗱，咩叫做 streamline 流線型咧？如果一個體系佢搞到好累贅，佢自己一路發展嘅時候咧，好多內部嚟自內部嘅障礙，佢就好難順利地發展嘅。所以耐不久咧，佢就要通過一係就精簡架構，一係就改善嘅工作模式，一係就改善即係呢個架構裏邊嘅內在嘅關係，嚟到減少呢啲嚟自內部嘅阻力啦。咁就叫做 streamline。我哋嘅教育一樣。嗱，雖然話我哋每增一個新嘅元素，由 A 即係藝術，至到 R 語文嘅能力，至到我提出嘅德育、國民教育、創新能力嘅教育、閒暇教育嗱。雖然話我哋每提一個新嘅元素咧，都係緊扣我哋原來嘅嗰個 STEM 嘅初心，即係都係為咗培養優秀嘅科技人才。但係我哋有個習慣，就係我哋係一科一科各自為政，自己成為某一科嘅專家，就去鑽研嗰一科。咁所以要將佢真係統合起嚟咧，我哋本身都需要我哋成個即係教育體系咧，有一個新嘅概念，有個重新嘅一個組合，可以咁講法。咁所以咧，要做到 streamline 呢件事，我覺得係我哋要再前進一步，即係由我哋嘅量變變成質變，即係要飛躍要上一個台階，一定要做。我哋要研究，要熟悉我哋整個教育嘅呢個體系，熟悉晒所有呢啲元素 STREAMLINE 所有啲元素，就將佢統合起嚟，然後先至能夠成為一個真正培養到優秀人才嘅教育體系。我哋係要為我哋嘅學生提供 streamline 嘅教育。